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毋是向伊唱歌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即时，咱要来赞美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集欢喜，请起立吟全首。Yo
谢你伫个礼拜早起，互三甲自召来敬拜。伫个过去一礼拜，伫个阮的生活中有侪侪稳定，也有真侪困难。总是你保守阮一切平安，阮献上感恩。只是我嘛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又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启用，启用文第64篇，阿个书第1章。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就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就会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三家来祈祷。慈悲听阮，满有恩典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一切荣耀甲恶乐，拢归伫你，直到你过来迄时。感谢你为阮陪伴生活中的需要，佮将平安赏赐予阮。总是阮人不时会犯着过失，得失着你，阮诚心悔改，求你用如青草擦消阮的罪过，互阮比白，佮较比细，佮较白。求圣神赐阮气力，互阮会当坚定伫信仰内面跑走天路。阮将逐人的挂虑甲烦恼摆咧伫你面前，求你随时甲阮同在。求你看顾教会中年老、身体欠安、精神无平安的人，互因得到透放。阮嘛为着厝外的兄弟，求你看顾因平安。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岛事来求你看顾，中南部的灾情真严重，求你互政府官员会当紧利用因的资源来帮助这个灾民会当恢复生活。
求你亲身安慰因，求你成做因伫个灾难中的帮衬。我嘛求你伫个世界局势变化过程中做主掌权，面对着对敌的威胁，互阮会当共伊心智，保守民主的家园。求你继续带领固定教会，互古牧师甲正当工会当继续传承基督的信仰，互使正人归荣光上帝。今仔日求你透过古牧师的正道，互讲的甲听的拢得着利益。我咱的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要来读圣经，记载伫士师记第14章第10节到20节。士师记第14章第10节到20节。你老爸落去到查某囡仔遐，参孙伫遐摆细宴社，因为平素少年人拢有即号的风俗。因看见伊参孙，就带30个伴来陪伊。参孙甲因讲：我今要出一个差互恁，恁伫宴社的七内中，若话猜出意思来甲我讲，我要互恁30领的幼类衫，30套的外衫。恁若袂话甲我讲，恁就着互我30领的幼类衫。30套的外衫，因讲，请出你的差互阮听。伊就甲因讲，对遮会出食物，对强会出甜。因3日久猜袂出。到第7日，因甲参孙的某讲，你着留你的丈夫，互伊用猜的意思甲阮讲，免得阮用火烧你甲你老爸的厝。恁请我来。恁请阮来，敢是要抢阮，也毋是。参孙的某提口伫伊的面前讲：你是怨恨我，毋是疼我，因为你出差互我本国的人，也无甲我讲明。伊因伊讲，连我的老爸老母拢无甲伊讲，兼通甲你讲吗？伫宴社的7日内，伊提口伫伊的丈夫的面前。到第7日，就甲伊讲，因为伊逼伊真忝。伊的某就甲伊本国的人讲，到第7日，你还袂落的大声，城内的百姓甲参孙讲，有啥物比味较甜啊？有啥物比屎较强啊？参孙甲因讲，恁若毋是用我的牛仔来缠。我的猜着猜袂出。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参孙，伊就落去到亚士基伦，杀死因中间30人，抢因，将遐个衫互猜着的人。参孙大生气，就上去因老爸的厝。参孙的某就嫁互伊的陪伴，就是参孙用做伊的朋友的。愿上帝祝福听从耶和华叫照安尼行的人。这时咱要来赞美，咱请上乐队赞美。今仔要赞美的诗是咱着来吟诗，赞美了，请科牧师正道。今仔日题目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咱就来演戏，演戏喽。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着来吟诗，你有欢喜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学乐意无？有，感谢主吼。这首今仔日献歌伫唱的这首诗歌吼，是我国小就会唱的，因为我国小3年级吼，就每天晚上3年级以前吼我很喜欢礼拜六，因为有马盖先跟那个大榔头。美国的剧啊，我那个年代，国小3年级的学生我爸妈有一次就很认真的把我跟我姐叫到面前说，对今仔日开始，恁礼拜六拢爱参加少年团体甲献歌队，然后我说哈，我在国小3年级，所以对迄阵时我就伫迄献歌队甲鳌头，还有我很喜欢第2部的声音这首诗歌，我国小就会唱第2部他今日真欢喜那个人生走了一半了，就还可以跟圣歌队一起用这一首很熟悉的长老教会的国歌一起来学乐上帝伫进入咱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分别阮最神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所以阮的性命通得到胜。阮也恳求你，用你的真理、甲你的信心来带领、保守你的教会，伫这个世间混乱的时代，也会当行伫主你所指示的正路。阮将下面学习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保守、引带，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进入参孙的8点档，他的是10点档早上的。上帝的心大大感动参孙所以咱进入第2摆你真很正规看到迄个上帝神的行罪。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面你可能会想讲哪一个是可以适合当今天的金句呢？成为你今天灵命的备用。是不是很想说没有？所以你们没看到我搭配参孙的金句我都选真言。好，因为咱对参孙真做一个受精选的拿西尔人迄当时的事实咱爱学习毋是学习伊的行罪，知无？不是写在圣经里的，都是你人生的标杆同学不是兄弟姊妹，不是这样子好，咱就要来看伊这段落讲起着，伊的老爸落去到查某囡仔兄当然就是要娶某伫遐有说印下因为兵数少年人拢有即号的风俗。这句话写起来你会想讲，这很合理啊，就那个时候的风俗你要注意当作这说，因为兵数少年人拢有即号的风俗意思就是讲，伊即马咧看，伊即马咧看迄当时的参孙的这个那个习惯民情其实甲伊作家咧写的时他认为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的，你读得出那个意思吗？伊特别讲迄当时就是那个中文翻译本会有这个就是讲兵数少年人的习惯无同款，所以他在这里面要反映出来这个习惯其实有时代背景的啥，会无同款，还有啥？民族甲文化的啥无同款，还有啥？世代的什么差异这我相信伫咱台湾我们大概差不多差个15岁、30岁，应该就有感觉出来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同辈的啦，没有感受到那个落差、价值观或是想法做法当然这是这个背景、这个差别、这个无同款当然嘛是一个冲突的可能，也是讲家己拢是以色列人就是习惯不同因为这个背景是伊要去娶啥物？伊要去娶外国人的，
迄个查某囡仔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外国人吼，所以他有一点刻意要表达这种文化冲突。你若是会记得我是上礼拜吼，我有讲到一个参孙的背景，其实伊的背景，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吼，在上帝甲士师记的作者来看吼，伊是合作瑕疵啦，对吧？但是你读伊的故事甲他的8点档，你几乎看不出冲突。你几乎读不出来，就不错啊，就父母讲好了，2个情人讲好了，不就一切都搞定了吗？冲突在哪？但是，伫作者的观点内面，伊是要提醒读者讲，你爱细人，因为这个文化它不是柔软的，它不是温和的，它不是善良的，你爱伫以色列人的背景读出这个差别吼，你才会当知影讲是安怎上硬要出手安怎对这个文化内面安怎解救出来吼。啊，你就会当理解吼。好，啊，咱来看伊安怎结婚。啊，人伊结婚的时阵拢是真欢喜对吧？你有参加过婚礼吧？不会宾客开心，只剩下新人难过而已吧？这不会是你们的经验吧？吼，人这参孙吼，伊去外国人遐，要甲外国人结婚吼。啊，毋过对外国人的这个新娘的家族吼，甲因的亲属吼来看吼，因看见参孙是安怎？毋是拍破，不是跳舞，然后赞美、欢呼、拍手诶，因看见参孙是安怎？派30个人安怎？他跑不出来哈。文字是说派30个人陪他，因为看见他高壮力大吼，背景是可能是惊伊啊，所以要安怎盯好他。啊，人咧结婚，敢有可能起配面相拍？敢会？很少吧，吼。然后通常结婚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你不要小看那个4世纪作者的家下了这一笔，所以看见他，所以派30个人陪他。兄弟姊妹，我说了，我顶礼拜提醒吼，咱真做台湾的基督徒咧读参孙的故事的时阵吼，你不要想说这是欢庆事情。你作为以色列人，你真做以色列人的参孙，拿细尔人、属书，你对你的敌人完全没有防备之心。不过你的敌人安怎？看你要来吵阮的查某囡仔，我们可是什么防着你的？你们听得懂这个意境吗？其实咱台湾的处境吼，差不多是安尼。我相信咱台湾人吼，不管你是公民或者是公家机关单位，其实我们的台湾人的个性中就善良的嘛，对吧？至少报章杂志是这样写。至少外国人来到台湾人旅游，就是说什么最美的风景是。你同意哈？好啊，所以我们要自我肯定啊，咱是真善良的民族，但是，咱善良无拄啊好，对咱有意思的国家，也是四周围的人，对咱就安怎善良？这是无法度，咱就接受的现实。我咧讲起着台湾。伫即个世界，徛起伫即个所在，其实咱台湾无干那只有一个敌人尔定，恁相信无？台湾没有只有一个敌人，这是咱真做台湾人实在是悲哀的代志，但是嘛是咱爱装备家己的时刻甲准备吼。你没有只有一个敌人，但是你的敌人在哪里？台湾人，你知道吗？你若善良，毋过别人安怎？可是虎视眈眈的呢。参孙伊无去意识到伊家己的身份，甲伊国家做以色列的士师的责任的时阵，他就怎么样
活在他自以为的良善，活在他自以为的保护里面，有溃烂嘛？他活在他的自以为里面。阮真善良啊，有无？伫台湾受到的训练甲教育啥呐？那个以善报善，以德报德啦，还是谁？以德报德，对不对？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以德报德其实层次还太低了，对不对？以德报怨层次还高了一点以德报怨，唉。我这个人就是太会反思了，所以就一直分层次我的问题，所以恁得爱分辨得出来你们要分辨得出来，起码是什么款的状况透过参孙的结婚你就可以大概看到人心。你不把别人当敌人，人家还是把你当敌人。所以这个活在自以为是的这个参孙伊刷下来呢。太过厉害了，厉害到一个不行不行的，所以呢，来一个豪赌，这是咱台湾的台湾人赌性坚强什么都可以看地下赌盘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文化。所以刷下来，伊就讲，我搭要出一个猜，互恁谜题啦谜语猜。我要出一个猜，恁伫7字内会当讲出这个意思我就互恁30领的幼队衫，甲30套的外衫幼队衫甲外衫的意思就讲内衣跟外衣啦伫几千当以前不是每个人都穿得起内衣跟外衣的那个是要相当的地位还有相当的。口袋要够深然后你够尊贵你才会有内衣跟外衣这个赌注大不大？很大不是那个10块钱、50块钱、100块钱这样赌可能是1000万、2000万在赌的那一种。所以伊就讲，因遮的人就讲请出你的猜互阮听伊就对因讲安怎？嘿，遮对食的出食米，对强的出甜。那他刚好中文的翻译是倒过来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这个猜是安怎？这个猜基本上是一个稳赢的局，对吧？为什么它是稳赢的局？其实你对家买当看到参孙的才华，你唔知？他算是蛮有才华的，不过就是去葡萄园看到狮仔甲拆开了后，等下喏，噔噔就可以出一个还蛮有对仗的一个谜语。他算是还蛮有才华，对不对？我进前一开始几若礼拜前，敢唔是有写了？我说参孙的人生很难讲得清楚，所以我不是写了一个很短的那个短诗，就是讲这个就是参孙的现况，对不对？然后我来讲，礼拜刷了后，我想讲，袂歹，我个用诗就直接把它框起来，我就去骄傲的心就想要去问迄个青年讲安怎写了安怎因讲很有年代感。我说奇怪，你们的反应怎么会跟那个长辈不一样？他说很有年代感，看似有讲，但是什么都没讲。我说不是这样好不好？我是用几句话把参孙用一首诗把它整理起来好不好？他说你什么看似有讲什么，但是就是什么都没讲。害我回去反省，苦恼很多天。你就是要写诗对仗出来，很简单嘛？不简单所以你对家买当看到参孙的才情，对吧？算很有才华的从他人生的经验写了个诗，还可以成为谜题，让人家什么猜不到。这个是稳赢的局啊！但是咱嘛知影讲，伊败是败在家己的骄傲、才情、甲溃烂，还有他的自以为上面。判断家己真强啊，这就是他的软弱无拍算，这个宾客嘛安怎？迄嘛真正又袂出来啦。其实可想而知啊，因为这也不是这个宾客人生经历因经过葡萄园拄着狮仔的先逃了怎么可能还会有这种？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意境跟这个谜语？
所以因就安怎对伊的某下手啊？我就不细读了，因为恁就知影这个8点档的剧情，基本上就是参孙对因某的安怎塞奶，无。更不是塞奶，伊讲因某会就忝的。你本来想要找一个人陪伴你面对人生的风雨，结果没想到你人生的风雨都是从另一半来的。因某会就忝吼，还是倒一个方面咧忝，那么就是你自己可以想象吼，不管是塞奶啊，还是该撸啊，还是互伊那个。好，你们自己想象好了。我这样子讲会不会很不负责任？叫你们自己想象。好啦，就是在他的情欲上面吼，就是让他怎么样招架不住，这几种可能性吼都是有的吼，都是有的。啊，无拍算，伊真正因遮的宾客吼，算讲是真成功，对因某遮安怎摕到安怎，摕到答案，所以。伫结束，伫第7日到的时阵吼，日也袂落会大声，城内百姓就甲参孙讲：哎呀，有啥物比蜜较甜？有啥物比屎较强啊？哇！剧情走到这里，你们要怎么样？其实我先不要往下讲，我们先停在这吼。你想看嘛？参孙的心情是安怎？是什么样？伊本来有一个稳赢的局，对不对？不过败在自己的自以为甲伊的感情顶面吼。其实我如果是宾客吼，我可能不会这么隐喻的考谁吼，我可能还会再反酸他说，我的答案是从爱情来的。回他的谜题，哇塞！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情感的执着跟那个在意程度不太一样男性在迄个时代这样子被回答，或者是这样子的结局真做男性的宰责，恁的感受是安怎？就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台湾人温良恭俭让嘛。我们是以善报恶，就当作没事，这样吗？没吼。简单来讲，这个回答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对不对？那我们用年轻人的讲法，这个剧情发展到现在真的是伤害性不高啦。伊嘛无减一块吧，嘛无修台，嘛无正经，但是怎么样？足以伤害你的人格和你的尊严，伤害性不高，侮辱性很强，很强所以，确实伫参孙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剧情里面一个温雅的局败在家己的自信、霸气、才情甲气力顶面。但是你唔通忘记你一件代志伫参孙的故事里面，你不能把它当作言情小说这样读一读，你最多顶多就是读出《霸王别姬》这种等级而已，知道吗？因为伫参孙的一开始，你永远，咱若是读几摆参孙，你拢会记得上帝已经在起头拣选他的时候。就为他的人生跟身份下了一个定论，叫做上帝欠一个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知无？你读参孙的故事，你要有这个上帝欠一个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这个前设去看伊的人生。你才会当发现到，其实他怎么做，都必然要成为上帝的机会。你听有这个意思无？这个人的人生一开始，我每次都说他在受精卵的时候就猛呼召，应该不会很不礼貌吧？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其实伊的人生就是咧等大汉，无论伊安怎活，伊拢爱活出一个互上帝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这是伊的命定总是伊要安怎活，咱对
参孙一大汉发生的故事到伊结束的时，我们都会看到他还蛮做自己的，对吧？羡慕吗？等一下哦，碧雍姐说，因为这个是命定的，这一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思辨一下。上帝要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透过竞选参孙这个人，互伊有一个身份，这个是等号。但是至于他做自己是不是命定，这一题我打问号。这一题我打问号。我讲命定，不是说他，因为上帝给他是一个大力士。他是一个大力士，对，然后。所以让他可以去完成上帝希望修理谁。好，就算即便也跪点受到了侮辱，其实也都是命定的事情。这个局就是逃不过上帝啊，意思是这样。OK， 碧雍姐的理解是这样哈。啊，恁家己嘞，思考你家己的人生吼。后面我会提另外一个概念，跟咱的信用、跟咱的身份来做对位吼。上大感动伊，其实你会看到上帝做的是什么？他在助攻哦。他在助攻参孙的受气，有没有发现？简单来讲，其实他可不可以选择摸摸鼻子，是我家己安怎？是我自己害了我自己啊，因为是我自己泄题的。他可不可以怪自己？其实也是可以啊，他可以气自己。但是上帝予伊的受气安怎？上帝助攻了他的受气了后，伊煞才来做啥？伊去另外一个所在。那个是谁？哪个地方？雅什基伦去其他的地方当强盗跟杀人犯反正就是派另外30个人抢伊的啥外衣个安怎，转来互现场遐个30个人，对吧？这个受气带来啥？本来是结亲呐，本来跟非利士人是什么姻亲现在变成什么结仇？本来是结亲的一个喜乐跟祝福的场合，变成了结仇那恁就会当知影讲，这个机会实在是一直激起两边的人安怎？嘿，伫参孙甲以色列人的心中，上帝的心大感动做啥？伫因甲非利士人的文化交融顶面，上帝硬要安怎？甲因拆开所以参孙的任务就是受感动了后，受激气，所以攻击非利士人了后，拍歹因本地要联姻那种结亲的那个关系，伊是拍歹关系。哇，这是上帝的心大激励参孙的时阵发生的代志。不过教会，你不是一样画葫芦学参孙呢？你们知道吗？你在思考这个代志，你不是一样画葫芦，反正参孙怎么做？参孙这个代志受气侮辱我，这正常的所以我嘛爱安怎做啊？你神大激励我互我去拍别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不一定适用，因为你可能会先被打死，你知道？因为你无伊的困难甲无伊的灾情所以重点是，你若是要受期待上帝神大感动你的事，你就要徛起伫你的国家、伫你的教会所欠缺的是啥物？来看、来想、来祈祷啊！因为真有可能上帝使用你、竞选你，徛起伫你现在的所在，他可能给你的感动是要你冷静。可能伫你现在的关系内面，上帝予你的感动，可能是你需要一点点冲动跟行动。可能伫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上帝予你大的感动，你可能是要勇敢发言。甚至是勇敢静默。咱若有一款的祈祷是，上帝，愿你的心大感动我，带领我来行动。伫
伫参孙所回应，也是讲伊徛起伫以色列人诚做士师拿西尔人的角色内面，伊的百姓无伫因的被文化辖制甚至是侵略的情形下，你几乎已经看不到以色列人求救上帝，但是连士师也已经融合了在非利士人的文化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必要，但是，这敢是以色列人受呼召、受拣选所爱做的代志嘞。这一题我打个问号，咱爱伫参孙甲上帝的行做，甲伊历史的行做内面来思考，因所失去的是啥物？因所袂记哩的是啥物？反转来想，现在的教会，咱所爱会记哩的应该是啥物？所以我知道，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甲大家来讲，来思考，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迷糊了，会很难去理解，因为你要用更较大的叙事来看伫神学家来看参孙大家会讲伊是英雄啊，在神学家的评论里面认为参孙是一个力量很大，最后他有完成上帝攻击非利士人的任务跟机会，对吧？所以盖棺论定之后，认为他就是一个什么英雄，即便这个过程是这样子来发生这当然是一个观点。但是现代人权民主还有进步的思考回去看参孙的时阵大家会开始反省，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我必须要讲，我无认为若是我甲恁回去到3、4千公进前迄当时的参孙的时阵，面对那样的一个文化共荣、和平共处，我们其实能够有多有意思。我自己没有认为我们有这么厉害，但是兄弟姊妹，现在教会甲参孙无同款的所在是，你还有机会思考，差别在这里。你还有机会再一次伫上帝的话语内面看你家己的身份甲责任。所以我要用另外一个概念来，拿西尔人，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你若是非利未支派的，你想要服侍上帝，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出世就先怎么样？成为拿西尔人，好，这是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它有一些规范来确定你要这个身份。好，其实你们应该心里面要有一点又认同又不认同才对。就是是啦，咱嘛是教会，咱嘛是基督徒咱嘛是台湾人啦。毋过讲教会，还是讲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甲我这个基督徒有同款无？其实我们意念上都嘛知道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要讲的是，伫参孙的这个角色，甲伊所发展出来的故事，值得咱现在教会来思考是一个公共性的身份甲责任。兄弟姊妹，这个公共性的身份甲责任，我家己受呼召诚做传道者。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在这个角色上做拉扯。教会你可以后面括号，就是牧师、长老，或者是同工啊、会长、干部，或者是各种服侍同工的职称，你都当把它框在那里面。其实咱甲参孙同款的所在是，我们一直在忠于自己跟忠于上帝之间做挣扎，是吧？你知道参孙伊的故事的叙事，它不是只是代表他个人，它不是只是代表他个人。即便咱伫咧读伊的故事的时阵，我们会觉得他就很无辜啊，你知道，就是没得选，你知道，连老婆都不能自己选。有啦，他老婆还是有自己选，但他的身份角色不能自己选。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对话是，因为台湾人你可能不是自己选啊，可能未来有机会你自己选，但是基督徒兄弟姊妹，我会提醒你甲我，这是咱家己拣的。即便上帝对你的生命有呼召，但这也是你选的，这也是你选的。我不是要威胁大家，我是要跟你们分享说，其实上帝所拣调这款的身份，你看起来真重大，好像是一个很沉重的身份跟责任，但是相款呢，上帝嘛想事，伊会稳定甲阳光伫你的心上，伫这个身份的顶面。我们之前有讲到其中一个士师吼，叫巴拉，跟他搭配的是底波拉，对吧？他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出征的将军，伊惊，所以伊唔敢，伊无失去伊的身份，他没有失去他作为以色列将军的身份，他也不会因为成功或失败而改变他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但是他却在关键的战争时刻，他并没有得到荣耀，对吧？伊无失去身份，伊无输无赢，但是伊嘛无得到伊应该爱得到的荣耀。恁敢会记哩？还记得吧？好吧，四日记读完之后，我们再重读一次。好啦，闹你们的。我要提醒的是，其实咱伫圣经内面的人物甲故事内面，咱毋干那是想家己。你甲我永远有一个公共性的身份跟角色和责任。李参孙伊的选择内面，咱看见他忠心于自己，做自己，更忠心于上帝，更忠心于委身在当拿西尔人这个身份的发展。肩负责任其实很沉重啦，我嘛同意呀。但是你伫伊的故事内面，你看会到参孙对吧？但是你看袂到拿西尔人，你看袂到叔叔，对吧？伫参孙的故事内面，你看得到参孙这个人，但你没有看到他的身份跟他的角色。这是值得咱反省的，就是因为我头拄仔讲，他忠于自己更胜于上帝。这款的价值不单单是个人的荣耀拿定，不是个人的荣誉，是群体、信用群体、上帝选民群体的荣耀啊！所以你说教会，咱当然爱认真扮演好咱的角色，基督徒咱要活出咱配得这个恩典的一个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勉励、鼓励跟理想，但是你不能放弃。你不能放弃往这个方向努力，不是一天到晚去看其他教派、其他的基督徒做得怎么样。其实是我们都要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身份责任往这个方向来回应，我们才会怎么样？我们才会一直 on the way。就亲像我顶礼拜提醒咱大家，台湾跟民主如果要一直在，我们就不能放弃，我们必须要一直往前走，必须要一直往前走。只有守住的人是大多数，他才不会不见跟消失。至于上帝呼召你有啥物款的才情，有啥物款的文书，该讲的讲，该安静的时阵安静，该行动的时阵，咱就勇敢，是吧？这是台湾人。其实我不否认，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公共性的角色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够紧是会感到倦怠。你面对挫折的时候，面对关心的破裂的时候，你够紧是会感到挫折的，会觉得没有盼望感，会想要花一点时间照顾自己的身心灵，这是真正常的。有迄个时间，好，你就好好啊。将家己定心伫上帝内面，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再重新得力。
重新来过。但是伫参孙的心上，咱看见的是做自己的热情，更胜于承担责任、分享荣耀的热情的时候，这个真做即摆的教会，即摆的现代基督徒会警醒，知无？你一定要警醒，因为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已经被盖棺论定，但你还没。你还没，你的故事还在写，教会你的故事还在写，台湾的故事还在写，基督徒你的身份的故事还在写，你还在写，笔还没有停下来。所以一个有公共性责任的看见的人，他如果不忠于他的身份，咱在上帝心大大感动的时，你们猜上帝助攻他的任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参孙个人的身上，虽然看起来是有一点悲剧啦，但是也是蛮豪情的。但我不知道你自己个人是喜欢走哪一种剧本跟路线，你可以自己选，可以自己想。最近我跟玉珍有时候就想要放空一下，晚上很晚了，预备完之后，我们在看那个《王冠》我不是在帮他推广告，因为他那个剧情很长伊是咧讲起英国伊丽莎白二世这个故事。你们知道伊丽莎白二世吧？他活很久100多岁，跟咱李伯叔牛是可以差不多时代的他就是在他很年轻就上位了，就当女王了。在伊个角色里面，他经历了很多的挑战。真少年，但还面对承担国家的重责大任，伊嘛伫迄个过程里面看见家己最欠亏。她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年轻的君王，伊看见他受到很多，他是在他的内阁跟他的首相都是男性，一直到柴契尔夫人，那个已经是他晚年了。所以在中间的时阵，包括丘吉尔那个后来的首相伫咧甲伊咧参详决定代志的时阵有一个首相中间因为换过第4任首相的时阵伊有甲这个女王有过一个谈话的讲其实我们的角色是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但是又同时忠于我们自己。你不可能同时完成公共性的角色、身份跟责任，同时又在这个角色里面充满着自己。你必须要做选择，你必须要做选择。我头拄有讲起伫身份甲责任。跟我做自己这件代志顶面，我在自己成为传道人的路上，我有真多会安怎被拔甲挣扎过。所以我刚刚有说本人年纪也走到了一个坎站，所以我开始能够体会在新约圣经里面对彼得所讲的，少年的时阵你是家己要安怎行就安怎行但是到年老的时阵你是甘心愿意，互人安怎拔咧。带你去倒，你就去倒，那不是一个外观的一个展现，那个是一个他心里对他信仰以及他的人生的一种明白。在现代，我认为台湾社会是进步的，所以我认为咱是往好的方面在行的。包括咱对公共性的身份甲责任，还有咱个人隐私甲权利上面，其实台湾的社会、教会拢有很留意这种矛盾跟挣扎。所以我相信，当咱无放弃，我先讲，我认为这条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来平衡这一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代志。不管是真做无食伫教会内面，还是恁伫外口真做头家、真做员工，伫迄个积分的内面，还是伫台湾无共款的角落，你做公家机关或者是什么的，你的角色甲责任，其实我认为要找出一条平衡，本来就很辛苦，但是我们都不要放弃，好不好？一个制度、一个资源的分配，是所有人的智慧一起建立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咱伫祈祷内面有咧想、有咧关心，相信上帝的怜悯也会当帮助咱找到做法。搁一遍提醒，伫这段经文内面，你可能都找不到一个你可以学习的金句，对吧？
但是参孙伊的神魂已经在向你说话，你的身份是具上帝的呼召跟选择的。你不是一个人用你的个人、你的个性在承担公共性的身份跟角色的，而你可以跟你的个人、你的特质、你的才华、你的优势，其实是可以跟这个公共性的身份跟角色合作的，是可以的。至少在我身上，应该大家可以看到一点点小小的榜样嘛，哈。总是我是很努力在这两件事情上做平衡。来提供给大家参考，要愿恁的心，愿恁的祈祷，愿恁的信用，得到上帝的接纳，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搁一遍伫参孙的人生内面，我要来学习。阮着爱认真看待你对阮教会、对基督徒的呼召，但是主，阮嘛有看见阮的欠缺，所以恳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伫祈祷内面看见阮的责任，看见你赏赐阮的才情，会当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为家庭做啥物代志？愿主你的良善、你的信息、慈爱甲圣洁充满伫阮中间。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们三个来回应。咱要用丝绸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佮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佮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要来唱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大家起立吟全首。Oh
咱三个来奉献。全能的上主，我们感谢你，互阮有教养，随时拢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平安，伫阮有需要的时，会当得到你的安慰，嘛，互阮会当了解你的心意，学到你。这是阮要来献上一寡真quyền，互你，嘛献上阮家己，叫你甲阮同行。甲是阮谦卑服侍，互阮全心尽心是世人群对你。这个祈祷拢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好，请看我书。其实我有看到我们很久不见的丽美，美丽，好啦，好，那大家鼓掌就好了哈，很开心这样子。对对对，许久不见哈，好，咱这位来唱。好，咱来唱平安礼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因为你来听我主的演唱，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咱大家来平安。咱慢慢仔行转去家己的位吼。好，咱要来读即礼拜经句吼，咱读台语甲华语读一遍吼。咱做伙来，你就明白公义、判断、正直，甲一切好路，因为智慧要入你的心。
你做你的身份所欢喜的，计划要保护你，聪明要保守你。今年2章9节到11节。那时你就明白公义、公平、正直和一切完善的道路，因为智慧要进入你的心，内心欢愉，智谋要庇护你，聪明必保护你。箴言2章9到11节。好，消息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要庆祝父亲节吼，那感谢上帝赏赐每位每一个爸爸真做家庭坚定的力量，啊，教会有准备礼物要互参加的这个爸爸，今天有来的爸爸，请大家爸爸起立者好不好？教会要赠送礼券，爸爸请起立。父亲节快乐！这个父亲是那个父亲所有。啊，对，我们先请牧师祷告。是咱关怀事务组的精心安排吼，啊，咱同心为着来父亲节来同心祈祷。特别上帝，伫这个特别的日子，阮同心要为着伫你面前世间每一个老爸，或者是母代父子，或者在家庭当中代理父子的每一个角色来献上感谢甲祝福。阮感谢你赏赐老爸这个角色，诚做厝内的保护者、引导者甲供应者。虽然世间有侪人的缺点甲无完美，但是阮知伫恩典的天父的内面，阮的性命因为老爸嘛会当得到完全。求你用你的慈爱信息来保守阮在座每一个老爸，也互因有敬畏你的心，追求你的智慧，互因所行的路是伫正直的道路内面，互因所讲的是智慧的话语来祝福因家己的家庭，愿因的性命甲因家庭所写落来的故事，会当看见上帝恩典甲阳光。同心感谢基督，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帝祝你们父亲节快乐。好啊，咱即摆请父亲起立一下，哦啊，教会要上这个礼券吼，礼券。世安长老公是父亲账单的父亲吼。好，咱第2点报告吼，小会公告，科牧师要伫8月4号到15号的休假。暑假期间，教会事务会由台长老、陈教会长老来代理。8月5号到12号的查经班，咱暂停一遍。第3项，后礼拜西万路教会陈美西牧师要来讲道请安报告，请大家为着西万路教会来关心代祷。我嘛是父亲，我等一下要去父亲账单。好，第4点吼，亚华礼拜吼，咱亚华礼拜
9月27、28号吼，咱邀约礼拜报名吼，请大家当踊跃参加。啊，报名的时吼，时间到8月31号，啊，请咱大家报名煞爱去交钱吼，啊，交钱吼，迄个干事绿箭吼，啊，请这个代志，请大家当踊跃参加。第5点。拜六的早间基督会吼，8月9号，咱伫个圣经公会有办一个线上的诗篇的讲座哦，所以咱教会这个读经基督会暂停一遍，啊，请大家当来看这个线上的这个讲座吼。第6点事务组报告吼，因请大家当冰箱内面若阁有家己的食物吼，会当紧摕转去8月3号要清冰箱吼。第7点，啊对，今仔日第7点吼，教育组吼，甲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吼，咱下学期吼9月份开始有升学成长班吼，即届嘛是请到曾宗盛老师吼，台湾神学院的老师来开课吼啊，即学期要读的是路德记甲约拿书，啊，阮即马是安排2礼拜上一届吼，啊，大家袂伤忝吼。2礼拜一届，啊，对9月17号开始，吼，每礼拜拜3暗时7点甲9点，吼啊，报名费是1000块，啊，你若是拢有来参加，教会退500块哩。啊，有一寡少年人，啊是对神学有迄个想要读，未来有打算要读神学院的吼，啊，这个有学分吼，啊，学分会当有一个学分，吼，有一个学分，神学院会发迄个证明吼，1学分的证明吼。好，第8点，财务组报告吼，财务组有规划8月16号到9月6号有2场的中级训练是财务的训练，吼，第1场是中级财务训练，是咧。教大家个把咱即青中会内底一寡财务的规范，吼啊9月6号是团契财务训练，啊请中一同工甲团契会长、会计，吼会当来上这两场课，这2场课是咱请会计师吼。王阿玲，伊是济南教会执事，吼，所以这是真专业的财务的训练。好，第9点，咱8月份受请，吼，等下咱要举行庆生会，吼，伫个公道了，咱会举行庆生会。好，先庆生。好，安尼。团契消息，8月份的妇女团契吼，8月16号吼，早起要做蛋黄酥，吼，爱敢爱报名，啊爱报名，吼，所以拜六8月16号是拜六，好，要做蛋黄酥啦，吼，叫大家当踊跃参加，好，双年团契是8月21号，哦啊8月21号有一个月例会，要讲的题目是减缓高龄走向病理老化，是林晶晶姐妹，哦啊请要参加的兄弟会当报名。好，告解消息咱请大家家己看吼。好，咱要来庆生，好，我时间。8月份。我8月份的寿星，手定了。他今天生日婉瑜姐哈，婉瑜姐，好，英丽姐、恩慈姐、绿箭、玉文、童梦玉 ，OK， 好，陈三兄今天有来吗？没有 ，OK， 好，以乐，好，瑞丽老师，英丽姐，好呵，来了来。
请咱来到伫头前吼，大家做伙用欢喜的心吼，为恁来庆祝。好，那你要坐在下面听我们唱歌给你听哈。好，其他害羞的寿星，他害羞没关系了，就让他坐着吧。绿箭没有，苏长老今天，好，咱做伙来唱生日快乐歌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God bless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请寿星发表感言，你妈妈。对，好，感谢就是古亭教会可以在每年就是生日的时候一起庆生，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刚就在后面就在想，其实我从这边出生到长大，到结婚生子哈，到现在我们的小孩，其实这是，然后看到所有的长辈，然后也跟舒长老这边一起庆生，其实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祝福各位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上帝足公平的啦，每一个人一年拢有一日的生日啦，啊，今仔日拄好我的生日，真欢喜正值82岁啦，本来2支脚，即摆变做3支脚啦，即摆耳孔无啥听的啊，我凡事拢爱感谢啦，耳孔无啥听的嘛有好处啦。你若咧讲我的歹话吼，我拢无听到，你若咧讲我的好话，我着耳孔着挖起来甲听安尼，凡事感谢，多谢大家我是第一次在古亭庆生，很开心。好，谢谢大家，今年30里啊，好。感谢主，旧年我有准备要讲什么话，结果起来遮咧，咱毋知咧讲啥。今年我无准备，但是呢，看到所长伊3支脚我会当出来讲，我无出来歹势。我感觉8月份的生日又碰到父亲节，小孩子呢都很忙，所以父亲节跟生日都一起做，就减少一次吃饭的机会，觉得好像比较有失落一点。好，感谢主，我到古亭教会已经25年了，也应该要退休了。所以说，我很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呢，很温馨的家庭里面，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祝贺，互相的，就是说在大家庭里面，大家都很和乐，尤其每个主日的时候，大家在握手啊什么的，这个是最温馨的时刻。感谢主，谢谢。那我们要一起为我们温馨家庭的成员我们一起来献上感谢，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满满的恩典内面，阮纪念阮的生日，阮也为着阮8月份的寿星，
学努力。啊，阮欢喜看到你的温暖，你的引带伫因一生中写落永光上帝的故事。求你也大大赐福因头前的路站，也顾念因的家庭，也伫因的信仰内面来坚固因。愿一切荣光归伫你，愿平安归伫阮。同心感谢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生日快乐！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谦卑来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阮，也赦免阮过去人生欠亏、得失人、得失你的所在。但是伫你的圣心、伫你的话语内面，求你帮助阮有悔改，也会当坚强起来，也有一个愿意重新来过的勇气。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的家庭，阮所需要的关心、疼、温暖、饶赦，求你来赏赐。为了台湾伫中南部的灾情，恳求主你怜悯顾守，互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阮珍惜疼惜这个土地，帮赞土地的人民百姓，互阮伫还阁有教业的时阵，阮会当正你的良善伫阮的中间，也愿伫台湾，愿伫台湾的教会活出主你所欢喜的使命，归荣光互你，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请起立。求上帝的心大大感动你，打着听候上帝圣神的引带，打着军队唔通放弃，愿上帝感动你的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麦倒。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家这